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耶穌今日講咗一個有趣又有啟發嘅比喻。有個財主聽講佢嘅管家唔誠實，就要炒佢魷魚。個管家心諗：我冇力氣做苦工，又唔好意思行乞，咁我點算好呢？佢就諗咗個辦法，揾翻主人啲債仔嚟，幫佢哋減欠債，令大家都感激佢。主人知道咗之後，居然讚佢聰明。耶穌話：世俗嘅人喺處理世俗事上，往往比光明之子仲精明。耶穌唔係讚個管家呃人，而係想我哋學佢嘅醒目與行動力。有時我哋聽到天主嘅說話，明白咗真理，但冇行動，反而世界上啲人為咗利益可以行動得好快。耶穌想我哋都用智慧、用決心去做天主嘅事，唔係為自己賺錢，而係為愛和真理出力。我哋係咪有時太遲去愛，太遲去原諒，太遲去做應該做嘅好事？今日耶穌提醒我哋，快啲用你嘅心、時間、智慧去建立天主嘅國。聰明唔淨只係識變通，仲要識為天主而變。主耶穌，求你教我做個聰明又忠信嘅僕人，唔係靠小聰明，而係靠信德同愛心，俾我識得善用時間同機會去服侍人、愛人、光榮天主。阿們。